一期3月29號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，我仲有好多嘢要寫俾你哋，卻唔願意用紙墨寫出嚟，但係盼望到你哋嗰度，同你哋當面談論，叫你哋嘅喜樂滿足。約翰2書1章12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救人靈魂脫離殘忍嘅至善神，叫人有盼望嘅主啊！你係我所盼望嘅，地上面嘅人要敬畏你，直到萬代。你係獨一嘅上帝，你要執掌權柄，從這海直到那海，從大河直到地極。你嘅名要傳到永遠，要流傳如日之久。人要因你蒙福，萬國要稱你有福。你係獨行奇事嘅，你係以色列嘅上帝，你係應當稱頌嘅，你榮耀嘅名都當稱頌。我要稱謝你，因你嘅名相近，人都述說你奇妙嘅作為，直到永遠。我嘅主啊，你係至大、至有能力、至可畏、守約、施慈愛嘅上帝。我所切慕嘅主上帝啊，我嘅心要稱謝你，歌頌你至高者嘅名。我要早晨傳揚你嘅慈愛，每夜傳揚你嘅信實，因你藉你嘅作為叫我高興，我要因你手嘅工作歡呼。慈愛嘅主啊，你係救贖我嘅命脫離死亡，以仁愛同慈愛為我嘅冠冕，因此我要一生一世讚美稱謝你，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Amen。